今年五一勞動節除咗有假放，仲有另一個好消息，就係強積金會取消對沖安排。同大家介紹下3個重點。第一，取消強積金對沖。強積金對沖即係咧，僱員離職時咧，僱主要俾嘅長期服務金或者遣散費咧，可以喺 MPF 供款入面扣。以往都被批評咧係減少咗打工仔嘅退休保障。為咗令僱主減少負擔同埋咧同意呢個新安排，政府會分階段咧資助僱主同埋逐步實施。員工喺今年5月1號之後嘅新年資咧，先至能夠免於對沖，但係咧都係一個好嘅開始，增加打工仔退休嘅保障。第二，逐步實施強積金全自由行。強積金自2012年開始推出俗稱半自由行嘅安排，截至上個月咧已經有超過100萬宗將強積金轉移到僱員自選計劃嘅個案，涉及金額咧超過500億，反映咗唔少打工仔都想積極調配強積金，為退休儲多啲錢。政府早前咧就宣布進一步推出強積金全自由行，僱主供款咧都容許轉移做自選計劃，打工仔咧可以更加自主同埋積極咁管理自己嘅強積金投資。而家做緊公眾嘅諮詢，最快明年實施。第三，積金易平台簡化程序。積金局舊年推出積金易平台，僱主同埋僱員咧都可以透過一站式嘅電子平台，隨時隨地查閱強積金帳戶資料、整合帳戶等。預計今年內咧，所有受託人咧都會完成加入平台，而未來嘅強積金全自由行咧都會透過積金易運作，方便大家管理。精簡同埋自動化強積金嘅行政運作咧，估計管理費可以咧減少30%，為僱主同埋打工仔咧節省開支。強積金係香港退休保障嘅重要支柱，制度實施25年嚟咧不斷優化。香港而家面對人口老化嘅挑戰，更加需要咧不斷完善強積金，等大家有更靈活嘅投資，協助打工仔咧係累積更多退休嘅儲蓄，為未來退休生活咧做好準備。請大家留言、分享同埋讚好，多謝。